年底就要來拼選舉啊！這南投縣長柯淑華，還有南投市長張家祺，攏要代表國民黨來拼這連任。即馬是風聲熱清中呢，有去考勸南投縣議員沈淑貞來參選南投市長，算講是培養新世代。嘛，因為這個議員呢，佇個議會即陣的時，這表現自本就受到外界的注意，伊本人也證實真正有這件代志。年底9號伊選舉。真儕所在已經咧開戰咯。國民黨籍的南投市長張家祺打算競選連任，會知影繼續不力走市場行程，關心是大人互人電信詐騙的問題。伊對尋求連任真有信心，表示逐日攏咧思考安怎互南投市更較好。3年外來吼，阮一直想講未來南投如何互甲市民朋友吼生活更較好。咱非常的尊重每一個願意為着南投市來共同打拼的這個參選人。咱所有南投市的市民朋友，上界關心的毋是講食要出來參選，上界關心的是講到底是食有法度帶領着南投市。互咱的南投市的未來更較好。目前南投縣的鄉鎮市長的選舉，民進黨現主時，只有民江鄉、鹿谷鄉有人登記參選，閣有11個鄉鎮市長閣無人選。最近傳出兼民進黨主席的總統賴清德考勸南投縣議員沈淑貞去參選南投市長，算是培養新世代。安那南投縣議員沈淑貞一議會即陣表現，自本就受到關心。伊本人嘛證實有即件代志，講會閣聽閣較儕人的意見，再來思考後一步要安怎進行。民進黨的黨主席、賴主席確實是有希望我會當來參選南投市長吼，會當講甲新的較少年的思維啊，還是講資源啊，會當掛落來咱的南投市吼，我真正聽出來後要。為咱南投市做啥物款的政見未來，要甲咱南投市帶向倒一個方向，我想這個吼，其實是我開足儕時間來去思考的。一消息曝光了後，沈淑貞拜一是到台北開會，講是私人的行程。敢要選南投市長，伊講6月左右會決定，因為沈淑貞已經完成黨內議員參選的登記。若要接受徵召去選南投市長，黨內議員提名現來減一色。民進黨南投縣黨部嘛，着愛討論後補的人選的代志。記者安英秀南投報道。